男性大穴、四满穴，分享就好了。没有做那个动作而已，没有真的要上传YouTube啊。只是做这个动作会看到他的影片名称，用手机语音助理来呼叫，请让我看这一穴位是男性大穴。每天坚持按摩，让你重拾男人自信。在荧幕正下方中央 Home 键按下去，手机的语音助理就会跑出来，然后念 OK Google， 请让我看影片名称这样。OK Google， 请让我看，然后影片名称是这一穴位是男性大穴，叫做四满穴。1、2、3、4的4，满了，水满了，满，在那个下丹田的上面一点点，下丹田几下是指长度啊，那比的是3指，所以有点高一点。那左右边的位置，按摩四满穴啊，改善遗精哦、滑精哦，实在是太虚了，可以吃莲子来治疗遗精。就说，请让我看什么什么影片，把那影片名称念出来，他就会给你看到那个影片。现在操作，手机屏幕正下方中央 Home 键 ，OK Google 出来了，请让我看这一穴位是男性大穴。我忘记刚刚说到哪了，可以提醒我一下吗？再按喇叭，再按麦克风。下面是。再退出来，再重新操作啊。OK Google， 请让我看这一穴位是男性大穴，每天坚持按摩。我可以在网络上搜寻相关资讯，只要按搜寻结果，按搜寻结果，通常都会出来了。你看，多快呀！前任后督任脉，也就是在肚脐下3寸。那个关联穴那边就是任脉的，管气穴的。任脉前面的任脉是管气穴的，气血的，管气穴的。你看这一穴位是男性大穴，每天坚持按摩，也是在肚脐下，在3寸是丹田的关联穴，它有点高一点，差1根手指头的距离。然后左右边中央线的左右边。你看这多快啊！比用那个Google 搜寻栏打字还要快啊！要用语音助理来连接影片。